我有個朋友同我講，佢話：喂 Crystal 啊，我明明喺屋企咧已經練習咗好耐噶啦，但係咧唔知點解上台咧就會發台灣啦，跟住會食螺絲啦，手又震啦，腳又震啦。其實點樣先可以做到好似你咁喺個台度咁淡定噶？跟住我就問佢啦，其實你上舞台之前嗰一刻，你個腦喺度諗緊咩噶？大家會要記住，其實你嘅潛意識係好影響到你嘅行為表現嘅。如果你上台嘅前一刻，你諗緊嘅係我已經練習咗好耐噶啦，所以陣間個舞台時間咧，我一定要完美，一定要 perfect 啊。咁我想問下你啦，人係冇完美噶嘛？咁點解你會要求自己一個完美嘅表現嘅？大家會要記住，上到台就係你嘅舞台時間，你要學識嘅係享受呢個舞台，係駕馭呢個舞台。你享受舞台，你嘅觀眾自然都會享受你帶俾佢哋嘅舞台時間。所以上到台不妨笑多啲，輕鬆啲啦。想知道更加多 presentation skills，記得 follow 我 channel 啦。